榻榻米就台湾当然的吼，做设计界感觉伊讲的台湾人的榻榻米吼，所以俺们头俩榻榻米面向摆吼，做真多花草。尤其日本人来看，伊无讲，做嘛榻榻米变来用，吼，俺的语法就讲，俺的榻榻米变干的东西，俺来做的榻榻米，台湾的榻榻米，没做日本人的榻榻米啊。详细看下那条榻榻米，至今无乜个抢款。简单嘅条纹同图腾，本来单条嘅榻榻米有更加丰富嘅色彩。本 F 卡大嘅地方，感觉讲，本来无乜个姊妹所在，变成讲当有姊妹，吼，也不太只感觉讲，当我带不卡度，吼，不卡度甲我摆抢款好，吼，甲我摆花草草，吼，带起来不卡，吼，你就感觉讲，F 卡就是个绿环境，吼，就是个花花绿的地方。10年前，店家开始出这款花纹榻榻米，托管内系芒市油街，到了下台湾也只有2酱油。这样做好吼，我要请啲好朋友吼，参考意见吼，叫我讲呢我修改，吼，我会接受意见我会修改，吼，时间真长，吼，我感觉讲东西做出来，吼，一定要成功，顺便失败，吼，一长时间做过来来看吼，俺证明讲俺的想法，俺的做法吼，大致上还是算成功啊，嘿。小二世界王志乾系当时一间榻榻米路店嘅第3台，传承40万元祖传嘅好生意。日本店面同路基路行做生意，有半世纪研究。生意的时候，爸爸就做蟹吼，头俩巡行了吼，当伊看到爸爸吼安尼，从来冇感觉辛苦吼，认真做感觉讲，就一直就感觉讲，爸爸好像小一个认真手吼，就想要去细项开始就添搬东西开始做起。16世纪时，王志乾就有个手艺。自家完成一地榻榻米，只系一种传统嘅行业。虽然体力嘅消耗唔大，不过维持招牌也无咁简单。你两般人讲，7-11吼，不打烊哈，一年到头都不打烊哈。其实俺哋以前都系安尼，吼，俺除了讲，也一般人嚟做除夕哈，比如年初4哈，俺哋仍然嘅吃过啲经验呢，其他吼仍然头天俺都冇吃过，时间真长。除了要做，又要送，要真多夫妇都要做。裁切系做榻榻米时重要嘅一步，看下那王志乾手行嘅刀，铁锈嘅刀仔，輕鬆嘅同刀出來嘅部分切片，每一刀攏必須當準。我哋3代人做鐵橋同我爸爸做60年，我爸爸嚟記都做到按世紀，嚟記刀將買來咁樣係按嘅，俺做得多，每天早上都大早上都要弄，所以弄60年，60年的岁月把它慢慢给它弄平。你看公用的公用的做较无研究当面现那个你看到的这样的差唔多历史当旧嘅路店，大洋讲起拢有一个故事。店开旧咧，服务嘅人客也几一台，互通之间。自然多了一份其他行业看无嘅人情味。咱做生意唔係做一套嘢，咱嘅客户當到係替套人家買，阿公家買，奶家買，孫哥家買，所以加出個故事咱許多呢個家庭，咱都可以跟他講一段家父家嘅故事，你會感覺講哇，你看台灣他們很親切，剛剛很親近，其實不是親近，那是咱。可以做生意，做3套人的生意，唔係做1套人的生意。榻榻米店台台相傳，老主顧也強款，雖然難免受到太環境嘅影響，王志乾嘅生意其實係唔穩難。到民國差唔多65年開始另外一波都係啲彈簧床大家都講啲東西，外國製嘅東西，外國人嘅東西重陽嘅心態等我講，東西先好用。對我嚟講，哇！另一半大跌但是俺哋還是停下來雖然你們生意較少
啊，但是做的人相对的少，吼，所以咱的生意业绩来讲，唔会差真多。唔系因为生意很忙就唔对爱求进步。新闻演说，王志乾和设计出来种灯同旁灯行嘅灯贴，本榻榻米嘅用途更加多样。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吼，榻榻米是需要用的，吼，但是我讲这东西来讲，敢若需要用人，吼，都不够生活化，吼。呢类东西来讲，爱普遍，吼，就冇有嘅存在性就冇高。目前，王志乾还同研发防水同加热天然气皮嘅榻榻米，本一項傳統嘅生活用品，充滿更加多嘅可能同想象。那也同其細漢時相關，詳細同全行看，因為安尼，王志乾也冇受全新嘅問題，對佢來講，也並未強為無皮嘅產業。